国内最近传出有饲鸭场逼出 H5N1 的禽流感，伫宜兰、高雄、甲台南嘛拢有传出病例。嘉义县政府即阵就执行监测，要针对鸡鸭场甲道教经过高风险地区，提早来清洁甲消毒。消毒人员赛车伫嘉义县沿海道教开组织的所在做消毒，为了防治禽流感，嘉义县加强特别防治所，专面对养禽场等等有风险的所在进行清洁消毒甲环境监测。目前完成41场的禽场及环境监测，以及禽场周边消毒21355场次。同时派遣消毒车前往东石鳌骨湿地及观海楼候鸟聚集区域进行加强消毒。加特所表示，即阵嘛是道教飞来台湾的时间，但是因的路线拢有经过发生过禽流感的国家，附近的县市已经有传出禽流感的病例，嘛呼吁业者要注意防疫。再次的提醒养禽业者要注意保暖措施以及防鸟围网设施的完备。同时落实人车门禁的管制，加强消毒。嘉义县今年4月有一场火鸡场，因为为着禽流感，把火鸡全部抬掉了后，到今无阁传出疫情。业者嘛指出，天气寒，道教来的时阵会较烦恼探到病毒，所以大家拢已经加强相关防疫措施，希望莫伫过年之前阁有损失。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